欢迎收听今天5月30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以赛亚书51章1到23节。以赛亚书51章1到23节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至高的上主，你们的上帝为你们辩护，说：我要把那使你们摇晃的杯挪去，那是我生气的时候给你们的杯，你们用不着再喝了。这个时候，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，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，在巴比伦的统治下，好像在那被压迫，没有归属，好像上帝不在他们身边的生活当中。然而上帝却说，这个审判已经到尽头了，上帝的拯救要临到他们的身上。以色列人因着自己不愿意信靠这位爱他们的上帝，而招致自己的审判。上帝透过他们失去自己的国家，要将他们挽回到他的身边。在这里，上帝说，这样的审判到了尽头了，不用再喝这摇晃的杯，不用再像醉了一样。在这里，上帝透过今天的经文，告诉希望蒙他拯救、寻求上帝帮助的人，他向他们来说，要想想过去上帝对你们的应许。对以色列人来说，过去的应许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。上帝应许亚伯拉罕，就在他还没有任何孩子的时候，他应许亚伯拉罕，他要成为万国之父，他要赏赐他无数的子孙，就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。他又在这里说到，他要使现在看似像废墟的耶路撒冷，他们的废墟要成为花园。在这里，上帝继续说出他对人的拯救，他要将他的法律赐给万国，要将他的公义带到他们当中，使他们的生命经历光明。上帝的救援是要立刻救援，因为他得胜的时候到了，他要来亲自统治万国，每一个遥远的岛屿都要等着他，盼望他去救援他们。在以赛亚书也是非常有宣教性的，因为透过他的子民向他子民说话的同时，这个救恩不只临到以色列，更是临到万国。他对万国都有一个应许，还记得前面讲到了这些国家吗？虽然在那个时候看似与以色列为敌，可是上帝对他们仍然存有盼望，存有应许，要他们也回归到上帝的恩典当中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可能时常会想，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就在那困境的时候，会有很多的挣扎着到底要寻求神还是寻求人。在这里讲到了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不要怕别人的侮辱和嘲笑。你不要怕那个必死的人，你不要怕那个你不要害怕那个逼迫你的人，因为他们的怒气并不能伤害你。因为这必死的人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年岁如何。不要怕别人的嘲笑跟辱骂，因为他们就会像那个破烂的衣服被虫吃掉。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，然而上帝的应许，上帝他本身是无限的。我们要依靠，不是依靠看得见的能力跟势力，而是要依靠这位爱我们的上帝。他对我们的生命有应许，透过信仰前辈的见证，透过我们生命真实的经历，在每一个挣扎决定的时候，我们要来仰望这位神。他的审判到了尽头，救恩就要开始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上帝的怒气
不过是一时的，但是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。愿我们不寻求上帝的怒气，而是要寻求他一生之久的慈爱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爱我们的上帝，你为我们辩护，你不愿意我们在那审判当中，因为审判是手段而不是目的。主，你的目的是要我们归向你，你的目的是要我们得着真实的平安，你的目的是要我们仰望这位永恒成为我们保护、拯救、真理的主。恳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眼目有长远的眼光，看见主你长远的应许，而且在现在就活出你应许当中的盼望。主，谢谢你爱我们，持续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，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主你应许的救恩里面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让你今天经历到上帝的拯救和赦免。我是思谦牧师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迦南之声，请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